多飲咖啡會唔會導致骨骼疏鬆呢？有唔有科學根據啊？係有㗎。根據韓國研究發現，飲咖啡對停經前嘅女性係唔會影響骨骼疏鬆嘅，但唔包括更年期或停經後嘅女性，都唔包括老年人㗎。飲咖啡係會導致啲尿排出嘅鈣質會升高，咁就對一啲本身鈣質就唔夠或有骨骼疏鬆嘅，例如老人家或更年期嘅女性，你嘅骨質流失會更明顯嘅話，的確係有可能嘅。如果佢哋每日飲3-4杯咖啡嘅話，咁就真係要補充多啲鈣質同維生素 D 啦。瑞典喺呢方面呢係針對女性所做嘅研究，佢哋係通過問卷嚟調查，究竟飲咖啡係咪真係會導致骨骼疏鬆呢？其實飲4杯咖啡以上，正算得係飲好多。飲多同飲少對骨骼疏鬆呢個風險有咩分別呢？研究結果係多飲嘅人，佢嘅骨質密度比少飲咖啡嘅人降低2-4%，但並未至於會增加骨折嘅機會。其實呢，一日唔好飲超過2杯係毫無傷害嘅。